你以外，你是我们的力量、拯救和帮助。艰辛来投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倚靠你。谢谢主，你让我们在你恩典的当中，能够平安无事、尽情的度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纪念正在困苦跟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所，来到你的圣殿中，将所有的重担、忧虑卸在你面前。因为你是顾念我们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因为你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为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器械安排人员的运动规划，都向你献上感恩。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所运作的所有的一切，都按着圣灵的工作运行，都按着圣灵的带领。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无论在任何地方，你的恩也与他们同行，让我们能够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做今天的礼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爱我们，保守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今日我们聚集在您的殿中，求您洁净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耳，恳求您的慈光照耀我们，孩子虚心领受你的教导，行走在你所指示的道路上。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请敬拜小组带我们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如果身体许可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一起跟我们敬拜，好不好？跟你们左右两边的朋友说早安，我们今天来敬拜神。早安，我们今天来敬拜神。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让圣洁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苍穹赞美他。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地，让圣洁进入他的门，让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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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专心仰望耶稣。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秉承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秉承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放下各样重担，脱下缠累我们的罪。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围绕着我们，以坚韧的心向前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那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承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真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仰望耶稣，让信心的创始完成者，以合一的心，并承忍耐，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专心依靠耶稣，旷野中的安慰引领着，以喜乐的心，并真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真盼望，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以喜乐的心，并真盼望。来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以赛亚书43章10到11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阿们。阿们。
阿们。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主，阿们吗？阿们。好，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做我们的信仰宣告，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祈应文。今天的祈应文在诗篇79 1至9节，在旧约的609页。由诗会诵读上半节，会众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我们再来和。上帝啊，外邦人进入您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第二节，把你的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
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一起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起来恭祷。我们为欧洲国家比利时祷告，求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三重卫理堂的张主佑牧师祷告，我们为他们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的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驻国外的宣教士祷告，愿他们能蒙主赐的平安。我们为各级学校老师及教练等教导者祷告，愿主赐他们能力和智慧，以教导学生。我们用主祷文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经课，我们请苏品存弟兄。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8章18节至第9章第1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18节起，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呢，于提摩太前书第2章1至7节，新约。第1节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由诗慧来攻读今日的圣经经节，在路加福音16章1至13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86页。路加福音16章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的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第3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第5节，于是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第7节，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第11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能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第13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以上是上帝的话。诗班献诗。
谢谢示范。接下来由本堂陈伟文牧师证道，证道题目是做天国的聪明人，请牧师。领我到天家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都希望我们将来可以到天家。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可是我不想现在去哦。但是呢，求主帮助。但是我们要预备天家，这是需要的啊！求主带领。那今天跟诗班没有先套招，就是今天要讲的题目，但是呢，跟今天的献诗相当的 match。所以各位要知道，我们在读这个使徒信经里面说，圣灵的相通，上帝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有相通。也许我不知道这个诗班要献的诗歌是哪一首诗歌，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却可以能够联合起来，这就是上帝的奥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彼此帮补、彼此扶持、彼此配搭。也许你会觉得，为什么别人知道我的需要？我为什么会去感动？有这个感动要去帮助别人，都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灵在教会当中的运行是何等的奇妙。愿上帝来带领。好，那当然，今天不是要来教大家这个叫做要投资啊，投资理财。但是今天的东西却是有这个意味跟两种不同的我不能说不同，就是有一个相等的类似的东西在做一个对比。好，但是开始前先问大家一件事情，各位知道古代有所谓的最赚钱的工作，好，那现代不晓得大家觉得最赚钱的工作是什么啊？各位知道以前最赚钱的工作是什么知道吗？有没有听过我们那个台语讲的叫做第一什么？第一星嘛，第二卖冰，对不对？好，等一下我各位看的那个图片，我没有要那个有性暗示没有哈，但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古代的跟现代的那个叫做赚钱的工作啊，有没有看到吗？古代古早好头路，第一卖冰，第二医生，第三开。好，这个是以前了啊。然后现代的是什么？来看一下哈。第一做兄弟，第二母敬弟，第三开庙司。所以各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很多那个师傅啊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你要来教会里面崇拜谁，没有，要先跟大家讲清楚，在教会里我们敬拜上帝，这里没有师傅，我们只有一位师傅，就是天上的父。我们只有一位教导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是谁是做师傅的，没有哪一个人是比谁强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人，他们以为这个赚钱的，跟这些叫做现代人以为赚钱的，当然做管家不是只有为了赚钱而已所以圣经里面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管家，不是只有顾着赚钱所以刚刚经文里面提到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所以你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当然不是叫人家说不要去工作，不是的，千万不要误会，你要去工作，但是你要把你的精神、体力、时间放在什么样的地方？不是你为了要把你的工作要赚更多的钱，所以你全心的投入在那个地方，而忘记了上帝是谁。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来。工作让我们养生，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做上帝的好管家，在这地上。愿上帝的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然现在的时代里面，要从一而终是很难的特别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斜杠或者是可能要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各位有看到这个图片吗？这个人在卖什么知道吗？
百事可乐，对不对？但是他手上拿什么？可口可乐，对不对？他说职业忠诚是一回事，但是品味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好，所以现在很多人是这个态度的啊。真的，我有曾经在我们那个肯德基那边看到那个 M 的那个员工去买啊。当然，也许他可能觉得那边的东西比较好吃，但是刚刚提到圣经里面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忠心是什么？忠心就是尽上自己。尽力把自己尽力的能够摆上，所以不见得说我们能够很完全、很完美，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尽力的、尽全力的，能够来为主人得到好处跟这样的一个帮助。好，所以上次有提到所谓的管家，所以各位如果印象中还记得，其实管家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管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管家很特别啊，因为这个主人不太喜欢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人为什么不喜欢这个管家。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经文的第1节，我们一起念一下第1节，一起念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宅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我曾经介绍过英国的管家。英国的管家他是什么？他是全部主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他管理的，包括主人的财务、事业、钱财都是由他管理的。他可以说是这个家里的大掌柜。他可以说是这个家里面的主要的一个这个经理人啊，我们现在讲叫做经理人，但是财产不是他的，财产是主人的，所以他的任务就是要帮主人把财产管理好，把它做好，然后忠心的这个服侍主人，但是他的薪水就是领那一份薪水，不是所有的主人的财产都是他的。好，所以他需要忠心。为什么？他虽然领的这一份薪水，他为要对得起这份薪水，他要为他的主人去做很多的一些经营，做很多的想法，甚至要帮主人去扩展他的业务跟财务，而不是消耗主人的财物。但是这个人他是什么？他叫做浪费主人的财物。好，各位，我刚刚有提到说，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的，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都二分。但是其实如果各位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属灵的事跟属地上的事情，我们是一起的。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在你的行为上就会行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等一下做说明，各位可能就会知道，因为很少有注释书，或是很少有圣经学者会提到这一个跟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是一个集合的类似的，或是一个相对性的东西在这里面，这里面都会提到啊。所以刚刚提到集合性的、类似的或是相对的啊，会在这个里面让我们可以清楚跟明白。好，这个管家，耶稣讲这个比喻来告诉他的学生说，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个管家他浪费了主人的财物。好，主人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主人一定是相当的愤怒跟生气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2节，一起念来。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好，各位有注意到那个括号那个，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原文没有。好，有括号的地方呢，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你不能再做管家了。意思就是说，你恐怕被我开除之后，你也不用想要去别的地方做事了啊。我知道现在的工作常常是这样，如果你在这边被开除了之后，你想要再去别的地方工作，已经很难了，恐怕就会被封杀了。所以这个主人是很直接的告诉他说，如果你没有把我交代清楚的话，你恐怕你以后连工作都没有了。好，各位，人要到最这个困难的时候，或是人要到尽头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我好像做错了，我需要改变了。好，这个管家他浪费主人财物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有什么了不起？主人家里财产这么多，随便我挥霍啊！本来可能主人要买的是那个只是一台一般代步的车啊，他可能就买了一台劳斯莱斯就进来了啊。他可能要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是他就认为说，哎，这个好啊，哇，买进来，但是没有想到居然亏本了，所以他的投资有可能失利，他的一些工作有可能不小心把主人的这个
的东西给弄坏掉了，或是说把它亏损了。好，但是呢，主人要他要交代清楚，那他要怎么做呢？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刚刚的经文我是跳着讲的啊。经文里面提到什么？他说，如果今天他要去叫做这个种地呢，他说他没有力气，对不对？然后如果要去讨饭呢，他又怕羞，对不对？好，这个台语圣经里面叫做什么？我俩低头，我不多啊，然后要被做乞家，哎呦，更小，所以他做什么？他怕这个又没有力气去做这个，然后又好像怕说去当那个乞丐又不好看。曾经我当过管家，怎么会当乞丐呢？好，所以他决定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他是一个浪费的管家，他就不聪明。其实他很聪明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好，他做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我知道怎么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话，他做了几件事情啊，各位。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只是为自己在着想而已，其实他在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有得到了2个效益啊，跟大家做一点解释。这个管家他去找了人来，欠100桶油的，他写一半50，对不对？好，然后欠100担麦子的，他说写80，OK， 好，然后呢？各位可以想见他的聪明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说，今天如果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因为我设了人家的这些的财产，所以人家就会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会招待我，所以我不会沦落街头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其实这里面为什么后来主人会说这个人做事聪明吗？因为他也让主人得到好名声。各位有注意到那个意思吗？那个意思是什么？今天做的虽然是这个管家，对不对？今天他叫人家这个100桶的油来了之后，写一半50，然后这个100担的麦子写80，他自己在后面他得到祝福，就是他可以去到人家家里面，人家会接待他。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他的主人因此得到了好名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说基督徒要叫做什么？容神益人，有没有？你做的事情对人有没有帮助？然后上帝有没有因此得荣耀？各位，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基督徒是做什么啊？你看这样是基督徒啊，看起来又不像，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哇，基督教那弄安尼这点呢？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荣耀上帝的时候，恐怕人就是这样指责我们。但是这一个管家很聪明，他自己可以有后路可以走，他还可以让他的主人能够来得荣耀。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去思考到你现在的工作跟你将来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啊？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是我们以前早期台湾的男生都是要当兵的。好。那我记得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在当那个排长，我是那个在嘉义那边的一个部队里面当排长，当那个维修官。我的一个士官长，一个3等士官长，然后他有一天语重心长，喝完酒之后啊，来跟我讲，他说：“白，我跟你讲啊，排长，我跟你说，你如果要继续留在军中的话啊。”你可以巴结长官，你可以做长官喜欢的事情，但是呢，你如果以后要退伍的话，你要记得你要对阿兵哥好一点，因为有可能你退伍之后，你可能要去外面找工作，刚好阿兵哥就是你的头家，就是你的老板，所以你要对阿兵哥好一点，这样人家才会对你好一点啊。我的士官长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这个事情。你会知道，其实这个确实是会这样啊。我们可能如果没有为着后面着想的时候，你知道，在部队里面，我们看那种军教片，很多都是那个排长跟班长都很凶悍的啊，那个对阿兵哥很不好的。但是，古语有云了哈，这个10年河东，10年河西，对不对？有一天你总是会离开的。好，当你离开的时候，当你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要留下些什么？你要对别人有哪一些的影响？好，所以
哥罗西书里面提到说，无论做什么，不是都要从心里做的，不是给别人看而已，不是要给别人看的，是要给主做的。我们不是只是要让人家看到我做什么，而是要让主来看到我们真正在做的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人他是怎么样来夸赞跟称赞这个仆人的这个管家。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8节，一起念来。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做天国的聪明人。为什么？等一下跟各位解释，各位就会知道。主人因为这个仆人，因为这个管家，他的做的事情是好的，让他自己可以有后路，让主人得到名声，所以他称赞这一个管家。他说做事聪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会不会做一个聪明人？好，那以下的解释，很多人都不晓得说为什么可以这样解，但是刚刚提到的，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各位就知道，他其实在讲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管家。好，跟大家回到我们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各位知道创世纪里面第1章26节里面说什么，知道吗？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他给人有一个任务，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上帝造男造女，他说给他们什么？给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他要当一个管理者。各位，你知道管家、管理者？好，我现在要做这个对比啊。管家，上帝创造人，要让人来做什么？他说要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好让他们能够管理上帝所造的这一切。所以上帝所造的这一切是上帝的，但是他托给谁管理？托给人管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人是什么？人是上帝的管家。好，那这个管家浪费钱财，浪费这些的资源，浪费这一切的时候，好，各位，我们现在常常讲说，哇，这个世界变了，这个气候变了，极端气候来了啊！我们没有这个好好的爱惜这个土地，我们那个浪费所有的资源。各位，我们在做什么？知道吗？我们在做不义的管家。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叫做不义的管家，对不对？好，然后呢，当上帝要跟我们要这个，叫我们要把这些交代清楚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做呢？我们能够怎么做？这个管家他做什么？他找欠他债的人，赶快一半砍半5折啊，5折天哈，把它砍了。好，8折，好，砍了。好，各位，他在做什么？赦免别人的罪。各位知道犹太人他们常常提到得罪就是欠债的意思。各位知道我们在主祷文里面说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所以各位你这样就可以通过来了，对不对？这个在讲什么？我们就是上帝的管家，我们是不义的管家。好，今天上帝托付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我没有好好去用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当我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时候，我要跟上帝交代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帮助到他。这里面特别提到什么？刚刚提到欠债的意思。好，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欠了主人的债，而我能够让他免去这个债务，或是减少他的债务的时候，那代表什么意思？我赦免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让他不会亏欠的太多。各位，如果把它连接到属灵的上面去呢？各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你在属灵上，你有没有去饶恕跟原谅那些曾经得罪你的人？千万不要以为牧师在胡诌啊！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欠1000万两的，这个人他欠主人很多的债，好，主人要治他的罪，但是后来主人赦免了他，然后这个仆人他去到外面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他就抓着他的领子
跟他讲说：“还我10两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再把这个再结合在今天的故事里面，你应该就可以听得懂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我们是这个管家，我们亏欠了上帝，我们欠很多的债，我们欠主人很多的债。然而，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去做这样的事情，去原谅跟饶恕了别人，以至于让人可以接受我们、接纳我们？他说，甚至可以到那个天上的家的时候，永存的地方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那里，因为我们在那里做了那个预备。看起来是世上的事情，是一个管理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又是一个信仰的事情，就是我们是否在我们担任上帝的管家，或是我们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去饶恕跟原谅别人对我们的欠债。弟兄姐妹，这样可以了解那个意思吗？把这2个放在一起，应该就会很清楚了。为什么一个叫做这个今世之子，一个叫做光明之子？光明之子要更加的聪明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做不聪明的事情，我们可能可以去为很多事情奉献，可以为很多事情去参与，但是我们常常不想要赦免别人的债。这个人得罪我，这个人伤害我，你给我记着，等我哪一天我就找机会报复你。这是我们的心里面常常会有的，包括成为基督徒也会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去用在那个需要被赦免的地方？跟大家分享，有2个人，最近各位可能听过，这2个人当然，过世的原因不一样，一个是被枪杀的，一个是生病死了。这2个人，他们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用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尽力的来完成他们在世上的任务。一个是一个据说是叫做基督徒的辩士了他常常用这个圣经的话来跟人做辩论有人说他是保守派的，这个人在美国然而他到死的那一刻，有人说他到死的那一刻，他都为真理去做坚持。上帝给他有辩论的恩赐，有这个口才的恩赐，上帝给他，所以他尽他的能力去做这个。另外有一个在我们台湾的有一个医生，人家说他叫超人医生那这个医生他看到台东那边没有医院，台东那边没有人去当医生，他成为那个南回公路的那个地方的医生。他自己本身有中风过，他有癌症，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将他的生命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人要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才最近发生的事情，这2个都是年轻人，这2个一个年纪最大的才58岁，一个才30出头而已。他们把上帝给他们的这些的财物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在属灵上面岂不更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帮助人，去赦免人，去饶恕别人的过犯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属灵上我们也去这样做？所以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人一定会有知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上帝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做一个好的管理者，管理上帝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心理也是。刚提到了，当有人欠我们的债的时候，当有人亏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紧紧的抓着，不愿意去饶恕他？所以正确的使用金钱可以增进人对福音的认识跟爱。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财富，上帝给我们资源，上帝给我们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是否善用这些的恩赐、才干、资源？在属灵上，我有没有能够去运用来饶恕跟赦免？当上帝赦免我、拯救我，我是否也愿意饶恕跟赦免别人？所以福音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负债累累的，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救自己，唯一能够依靠的是上帝对我们慷慨的施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外表上我们看起来像是这个管家，上帝给我们这个管理的任务，但是事实上在属灵上面，我们需要成为属灵的管家，就是我有没有去管理上帝给我在信仰上能够拥有的这些的产业。我能不能够去因着上帝给我的饶恕跟赦免，以至于我能够去原谅跟饶恕那个曾经得罪或伤害我的人？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评断这个事情。第9节我们一起念来：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永存的帐幕就是今天诗班里面唱的那个天家了啊。好，你要怎么带到天家里面去？要借着不义的钱财。什么叫做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就是那不是你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所以没有哪一样是我们的。所以请记得，我们是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只有使用权，是上帝给我们来使用，但是没有一样是我们的。所以因着没有一样是我们的，我们没有好好的善加利用的时候，我们这个部分叫做不义的钱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够用这些我们没有好好管理的，但是还拥有的这些的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能够去来这里叫做结交朋友。那个管家他做的事情是用他的财产去为后面铺路，让这些人愿意接待我。我们是否也愿意这样去饶恕跟原谅别人，让别人可以看到我们在永恒里面所存留的那样的工作，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饶恕人的过犯，上帝也饶恕我们的过犯。好，所以斯普罗说，你的记账本说明你是怎么样扮演管家的角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最后，意思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管家。你有没有好好管理上帝给你的所有的产业资源，还有上帝给你的所有的一切？在属灵上，我们也是一个管家，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经营跟管理我们的信仰，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去饶恕跟赦免那些曾经得罪或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记账本都在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管家。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以后不会接到真正的财产，真正的财产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透过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那个永存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在世上所做的这些都不能管理好的话，怎么管理那个属天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1节，耶稣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11节，一起念来：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给你们呢？这里提到的真实的钱财是什么？上帝把他的产业透过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当我们到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接受那个真正的产业。如果我们在这地上都不能好好的管理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怎么去接受那个真正要赐给我们的永存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好管家。虽然我们可能曾经是不义的管家，我们可能没有好好的经营管理上帝的这些产业，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用在永恒的事情上。所以对神对基督的忠心会成为我们今世对待人的一个基础。我们怎么去对待人，也等于我们怎么去对上帝。我们对待人是良善公义的，那么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也会称呼我们是良善跟公义的仆人。但是如果我们对人是这个态度的时候，是一个逼迫或是伤害的时候，那么恐怕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叫做不义的管家，不忠心的，让自己没有后路，让上帝的名得到羞辱。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做聪明的管家。这个聪明的管家知道用这个世上的所有的一切来经营他的未来天国的事物。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要为下一个世代投资属上帝的事物。各位，现在的世代很可怕啊！你看新闻里面动不动出去就是这个不小心就刀子就给起来扑了啊，然后或者是很多的那种伤害就有了。我们在种些什么？
我们种下了仇恨吗？还是我们能够种下爱在这地方？还记得那个法兰西斯的祷告吗？在绝望的地方要种下盼望，在伤痕的地方要种下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种下了什么？属上帝的属天的价值，在教会里，除了我们要种下来，请记得做完礼拜之后，我们是要离开，进到世界。我们要在世界上把这个种下来的种子种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天国的聪明人知道怎么样用行动来回应。好，所以我们过去是浪费资产的，浪费上帝的这一切，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好，这个松浦弥太郎他说什么？成功的反面不是失败，而是什么都不做千万不要以为我礼拜天来做礼拜读圣经、祷告、唱诗歌就很好了，不是。是什么？是我们应该在这边练习完之后，请我们带到世界去。我们的敬拜，我们对上帝的忠诚，我们对上帝的态度，应该是带到世界，而不是只有留在礼拜堂里面的。所以，做礼拜结束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我们进到世界生活的开始。我怎么样把在天国学习到的这个价值进到世界里面去？有时候上帝可能会给我们开一条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或许是一个职位的改变，或者是搬家，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上帝带领我们的路，有时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事情的祝福。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运用上帝给我们的资产产业，能够来成为许多的祝福。失败不是终点，恩典让我们重新开始。所以也许我们会像这个管家一样，会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好的去做，得罪上帝，还有亏欠。但是失败不是终点，重点是恩典让我们重新开始。如果你记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请记得在属灵上面，上帝也给我们成为一个好管家。我有没有去赦免跟饶恕别人对我的过犯？第二个，天国的聪明人懂得给恩典所以恩典不是只有一个口号而已。他说，在财务上面，我们要展现在慷慨的行动；在家庭里，我们用款待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关系上面，用饶恕的行动来对待别人。所以，天国的好管家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我们在财务上，我是不是能够帮助需要的人？在家庭里面，我有没有去看顾家里面那个最软弱、最需要的人？能够在关系当中，是不是带来饶恕跟赦免？当然，有时候我们常常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好，别人不见得会对我们好我常常提到说，有时候你给人家馒头，人家不一定还你馒头，人家给你什么？石头。对，真的，有时候对别人好，别人给你石头你给人家馒头，人家给你石头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但是请记得，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做在这个人身上，他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他又不会感恩，不会感谢。然而，当我们做了，我们就相信上帝必然在暗中报答我们。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求人的看见，但是上帝必然在暗中报答我们。所以诗篇41篇1节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帮助了人，这个人没有马上给你回应什么，但是上帝必然纪念跟记得。上帝必然纪念跟记得。当然，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比喻了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曾经有一个我的同事他也是一个排长，然后他要放假的时候。那一周不是他放假，本来是我放假的。然后他就跟我恳求，他说：“学长，可不可以我们换一下，让我可以去放假？”他说交换嘛，他交换，下一周才是他。我说好啊，那要不然就这一周你就先去休假吧。好，结果到下一周的时候，不是这样了。到下一周，他假单就递上去了。然后说不是。我上一周让了你的，不是这一周应该是换我了吗？他说没有，这一周应该是我自己的假，就是我要休的。我说哇，天哪，我吃大亏了叫我学长然后自己要休假的时候，我就是那个
被踢到咔咔脚的。然而我很感谢上帝，是后来我的这个同事，当然上帝有特别的安排了啊，又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那据说他调去了别的地方，重施故技之后，人家就没有给他那么喝假喝捆啊，所以上帝是很公平的。那我到后来我要离开部队的时候，其实我是休假休到不想休了。我跟我的长官说，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不要休假？我真的是休到不行了，我想要继续留在部队里面，至少可以在部队里面可以吃饭，可以什么都是免费的，我可以留在部队里面，就算里面睡觉都好，休到让你没有办法。当然我不是说就是用这个来换的，不是，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也许可能别人不珍惜，但是上帝却会很珍惜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帝是珍惜的。第三个，天国的聪明人会投资在永恒里，所以请记得我们要投资在永恒的里面，不是投资在只有现在不是只有投资在现在。不聪明的是只有投资在现在，我现在看得到而已。但是聪明的你会投资在永恒，当我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还可以得到这些的益处。所以天国的聪明人要投资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4章18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经文，一起念来。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有顾着看得见的，请记得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将来我们要存到永远的那个看不见的，你要存留什么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在天上的投资存到永远。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天国的好管家，能够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学习去原谅跟饶恕那个曾经得罪跟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也免了人的债，好像上帝也免了我们的债一样，让我们也去赦免别人，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所以最后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请追求天上的事情，不是只有追求地上，不是说世上的事不重要。刚刚提到那个管家很重要，那个管家他处理世上的事情很聪明，但是请我们记得还有一个部分，天上的事我们要记得聪明的去处理天上的事情，追求天上的事，不是只有在地上的事而已。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单管理这些有形的财富财产，也让我们能够管理那些看不见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样式，原谅跟饶恕那些曾经得罪跟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很难做，而且常常也做不到，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领受赦罪的恩典，也使我们能够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主啊，我深爱您，在心灵粮诗选第369首。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全首。主啊，我深爱你，深愿我永属你，愿你居我灵里，永不分离。主啊，我深爱你，我是永远属你。因你先爱我，为我舍己，在天我还有谁？在地无所爱，唯愿居我中心，与主在。主啊，我深爱你，
属你，因你先爱我，为我舍己。今因虽有千万，生育可变成欢，一旦若失了你，我心何安？主啊，我深爱你，我是永远属你，因你先爱我，为我舍己。主你别无所求，唯你能解我忧，世人都难就靠你爱无休。主啊，我深爱你，我是永远属你，因你先爱我，为我舍己。请坐。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够用的金钱，我们从你所赐的取出1/10奉献在你坛前，愿你悦纳。还是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现在一起来唱《我们成为家人》。
妹请坐。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参加本堂的新朋友。有一位叶品言，是弟兄还是姐妹？弟兄。嘿，他是新品的朋友，请来见。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哦，没关系，好，大家多多认识他哈。好，希望你以后还会继续出现在我们的教会。好，下周主日是敬神主日，由林文娟老师来传讲2堂的信息，请为神学教育关心代祷与奉献。然后总会发文通知各堂会要关注同性议题跟防治性骚扰的公告，已经公告在公布栏，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去关心。我们单位也有在那个宣导性骚扰的防治吼。性骚扰不只是男生对女生或女生对男生，男生对男生也会有性骚扰。我们那个主管就开玩笑，以后我拍你肩膀哈，我先事先声明不是性骚扰，好，特别是男性对男性哈，好，所以也各位在职场上可能要关注，因为那个现在性骚扰罚很重，所以各位可以去关心一下。好，我们教会是没有发生过啦哈，不用担心。好，那第4是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基督徒的传讲艺术已经开学。请为这些老师跟上课学员及神学教育关心代祷。好，第5个，我们制服艺人学院秋季班在9月22号已经陆续开学。我们为本学期老师及学员的参与，还有出入平安关心代祷。潘慧珍传道在每周6的上午10点到11点开讲圣经中览课程。课程内容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充实。这个课程是红本门徒的预修班，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参加。然后为鼓励青少年的学习，本堂教育部门开始办理本年度的应该是115 115，好，就本年度的114，对，那成绩单可能会写113，好，开始奖学金的申请从即日到9月26是星期5。好，不是星期天，因为这样星期天才可以颁奖。好，请申请办法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有资格的尽速来申请哈。好，教会12月21圣诞主日当日有受洗及转入礼，有意愿的请跟办公室报名。那介绍的课程在10月开课，请有意愿的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个时间。好。总会的教育委员在10月11日，星期6开办儿童事工同路人联谊一个桌游的活动，地点就在我们教会，是在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半，有午餐后，请各位到公布栏报名，然后报名是到这个月9月30号截止。好，那我们教会每个礼拜4的晚上7点半有查经祷告会。我们为教会的复兴守望来祷告，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参加，也有线上的，然后加入我们的赖群组就会有线上的连结。OK， 那10月到12月是新一季的国台语崇拜服事的人员轮值表已经公布，请各位弟兄姐妹参阅。那如果需要更换的，请跟办公室联络后。好，10月到12月的读经教材新眼光已经放在1楼后，有需要的请自由索取，可是可以的话就可以自由奉献。那另外最重要的是，我们城主的教室有异动，主要是在约翰福音导读在205教室，然后基要真理在5楼的餐厅，请有参与的弟兄姐妹要注意这个位置。好，那另外呢，肢体消息，因为气候正在变化请各位注意自己的身体。也为身体不适的代祷。那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
诸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好，补充报告一下，这2天可能会有台风进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停班停课，我们的礼拜堂就暂时先关闭啊，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那还有11月8号，11月8号是我们的野外礼拜，请大家预留时间，让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敬拜上帝啊。11月8号，请大家记得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带领我们成为一个好管家，管理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看得见的产业，或是我们看不见的产业，都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管理，做好的管家，来荣耀见证主的圣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受。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在殿乐中代祷。